大家好，我係梁教練。今日好開心邀請咗 Boo 叔叔、朗朗哥哥同埋心妍姐姐一齊同李錦記家族基金合作，分享代代有愛祖孫拍打操。祖孫拍打操可以促進血液循環、舒緩疼痛、增強身體嘅自愈力，係強身健體嘅運動。我哋更加融合咗5種愛嘅語言嘅元素，用輕快嘅 beatbox 節奏，將拍打操變成好玩有趣嘅遊戲，促進祖孫之間嘅互動，表達關心同愛，令關係更加緊密。拍打操適合祖孫們一齊參與，就等我哋一齊開始感受健康同愛喺家庭之間流動啦。手掌手背拍一拍，拍拍大髀痛膽經，拍拍腿側血氣通，身體的接觸，拍拍爪獲排毒好，拍手臂強心肺，刺激魂門清清肺，溫馨的禮物，拍拍肩井鬆頸肩，膝蓋緩退化，拍打膝蓋聚血氣，腹部的向力都手背強脊椎，公公婆婆、爺爺嫲嫲 I love you， 耶！每年10月第2個星期日就係祖父母感謝節啦，各位祖父母、孫仔女同屋企人可以跟住做，享受你哋嘅精心時刻啦。